比同做得看到麦嘅动物。池塘可以看到什么动物？做得看到养鸭嘅，可以看到蝴蝶。做得看到养鸭嘅，可以看到蝴蝶。比同做得看到麦嘅动物。池塘可以看到什么动物？做得看到杨幂，可以看到蜻蜓。做得看到杨幂，可以看到蜻蜓。比同做得看到麦嘅动物。池塘可以看到什么动物？做得看到怪嘢，可以看到青蛙。做得看到怪嘢，可以看到青蛙。哇，时间过长，今日今日嘅主题自然风景片就到鸦片了，希望大家下摆去圣纳度嘅世界，也去比唐顺、河巴顺嘅世界，做得用到今日学到嘅词汇了。客家苗栗学院呢，会有推出下那多精彩嘅课程，请大家继续关心客家苗栗学院，你张来了。